按目前的情况看，这款潮玩确实是需要授权的。对不起，刘总，这是我的失职。但凯文在离开之前交接工作时，并没有提及此事。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在下周一，萌宠系列上市发布会之前，务必要拿到授权。新品上市不允许有半点闪失。这夏风是谁啊？夏风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年轻画家，他这幅画也是这个月在国外获了奖才进入大众视野的。刘总，我查到夏风现在在一个叫山水村的地方，处于闭关状态，暂时联络不上。时间紧急，直接去山水村跟他当面谈。好的。在没有拿到授权之前，设计部配合宣传部把控发布会物料。唐特助，联系法务部准备授权合同。好的。至于联系夏风授权，赵赵，你来负责吧。我啊，刘总，解决版权的事情真的要派柳副总去吗？我柳熙来的弟弟亲自去，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千盛集团的诚意吗？哥，你怎么能让我去呢？我还不够熟悉公司业务啊。不需要熟悉公司业务啊。买授权不是一件难事，尤其是我们千盛集团。可是我根本就不懂画啊！画这么重要和我的机会来了，怎么能放心交给我一个人呢？那我万一……西来哥，你是遇见什么问题了吗？我陪你去。西来哥，你就放心吧，我一定监督赵赵完成任务。你要去？啊，你好，你是画家，跟夏风肯定有共同话题，拿到授权一定会更顺利。山水村，一听就是个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好地方，你就当陪赵赵去度假。没问题，西来哥，这事儿就包我俩身上了。说好的风景秀丽呢？你问我呀？我还想问你西来哥呢。这明显又是在坑我。不高兴？我不许你这么说，西来哥。我们到这来是来办正事儿的，又不是真的来度假的。没头脑。您在我面前就别装了。您除了画画，办过正事吗？刘西照，你要找打是不是啊？哎！你没事吧？伤着哪儿没有？我没事儿。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速战速决吧。好。走。我没有钱。我只有美色。大哥们，别冲动啊！赵赵，见到夏风了吗？你好，你是一个超级主人的阿兄。你是谁？为什么拿着赵赵的手机？恁小弟甲我的物件拢歹落，也搁拒绝赔偿道歉，你得等阮一个交代，阮才有人帮伊。他说什么？外星语吗？刘总，对方说柳副总在山水村闯祸被扣了，对方需要赔偿并致歉，否则不放人。你这都能听懂？这是我的老家话嘛。好，田助理，收拾你的随身物品，陪我去山水村出趟差。啊，现在？刘总，您为什么不带我呀？唐特助，你留在公司，盯着萌宠系列上市发布会的筹备。刘总第一次出差，随行的不是我，难道我失宠了？干
啥不行，闯祸第1名。拜托啊，我可什么都没做啊！他们叽里咕噜说什么我也听不懂，我都不知道招惹谁了。他们刚才跟西来哥说话，会不会说的是要勒索啊？我觉得啊，你分析的特别有道理。哎，我们现在要不要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不要来，上演一场自救逃生？那就不必了。好不容易让西来哥有一次英雄救美的机会，又来了，不能浪费了。我这外套可是高定款，坐上面歇会儿吧。你怎么受伤了？你怎么不早说疼不疼啊？小伤而已，一点不疼。当爱慢慢靠近，彼此情绪蔓延，浮现浪漫的画面。你竟然随身带伤药啊？还不是因为你大学的时候打球总受伤，我就只好随身背着呗。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他居然还记得。刘总，你确定我们下车的位置是山水村？没错，就是这里，我看过导航了。这个地方的风景真是淳朴啊！走吧，先进村，找到石碑就能找到赵赵。不是吧？这2个都要我拿？田助理，还不快点跟上！刘总，要不您来试试？我从没自己拿过行李。死傲娇，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刘总，我以前呢就总觉得您英俊潇洒、睿智决断，没想到您还有一颗体贴下属的心。我一向如此优秀，田助理不必感动。刘总，他们刚才说，柳副总破坏了村里的石碑，我们需要把石碑修缮，并道歉，他们才能放人。修缮可以，但是得提前说好，如果造成羡羡和赵赵受伤的话，他们也要负责。在人家的地盘，你还这么拽？大兄，那刘总诚心跟他道歉，也答应内心修改设备。你是当我青梅哦？你看伊哦，全程乌一个面，这是道歉的态度吗？大兄，那刘总面乌乌，伊就是为了个面瘫啊。刘总，他们说。从来没见过您这么帅气、多金又爽快的人。大兄，你看，我那刘总求爱我红开，我乃保证一定修改设备，还个干娘是对为肯哈。小姑娘啊，还是你较捌代志的，那像伊安尼的吼，出门会互拍。他说什么？他们说。一看您就英武决断，气度不凡，
想要跟您握手言和。村长，咱刘总来了休想设备外，想讲这个记事牌提醒路人，用大家可以画画看看。田助理，看到了吗？就算语言不通，他们还是会被我的魅力所折服。哼，你这态度，果真很容易被打。都这么久了，我哥怎么还不来啊？这么疼，发烧了吗？赵赵，我头好疼啊！欣欣，你发烧了，坚持一下，我现在带你离开。赵赵，谢谢，我来了，怎么样？西来哥，你轻点，赵赵胳膊受伤了。受伤了？严不严重？我看看。小伤，没事儿。现在发烧了，必须马上去医院。西来哥，我没事儿，我一定会帮你拿到授权的。你都这样了，先去看病。我不去，我还要帮西来哥呢。谢谢。身体要紧，既然我已经来了，授权我来解决，赶紧跟赵赵回去养病。西来哥，赵赵，我不去。终于找到个落脚的地儿。先休息一晚，明天去找夏风。你好，请问两位有预定吗？我们没有预定。那还剩下一间大床房，你们住吗？不住。田助理，这里只有一张床，连沙发都没有，你告诉我，怎么住？刘总，你将就一下，我一会儿拉个帘子，您住里面，我住外面。刘总，我写好了。田助理，头发要擦干。刘总，说就说，别动手。你头发上的水要滴到我衣服上了。好，我会注意的。田助理，为什么洗个澡弄得到处都是湿漉漉的？洗澡当然到处都是水啊。我就不会洗得到处都是水。难不成你干洗啊？田助理这睡姿也太奔放了。
这一天天的，我一个霸总，过得和闹着玩似的。刘总，您看起来昨晚没睡好。田助理，我是在地板上醒来的。昨晚你的脚横跨过来，我可以合理的推测，是你把我踹下床。刘总，也许是您梦游了呢。马鞭草、厌世猫、紫云墨的颜料，这是夏风的画。你好。啊，您好。请问您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吗？这是前几天来的一位年轻画手画的，我们老板挺喜欢的，就让我们挂上了。那您知道现在这个画手在哪里吗？具体在哪儿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说他最近经常在我们院子外墙画涂鸦，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谢谢。你好，请问您是夏风先生吗？罗子学长，学妹，刘总，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们来找一个叫夏风的画家。学长，这是你画的？不是，那你知道这个作画的人在哪里吗？我只是采风拍照，路过。颜料还没有干透，像是刚画完不久，人应该就在附近。那我们去找一找吧。说下就下呀。终于找到了，村民说就是在这里。您好，请问夏风先生在吗？你好，请问夏风先生？说，夏风先生，我是千盛集团总裁柳熙来，这次专程来拜访您，就是为了想跟您谈一下您作品中有一只萌宠猫的授权问题。不合作。夏风先生，我能亲自来，就代表着我带着诚意来的。我敢保证，业内没有第二家能开出比我们集团更高的版权费。相信您看过合同之后，就会改变主意的。刘总，喝杯热水吧，你刚都淋湿了，别感冒了。谢谢。艺术家的脾气都这么古怪的吗？给够版权费不是对创作者最大的尊重吗？他居然听都不听我的开价就给我拒绝了。他到底要什么？在他的作品中，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很有童趣、很感性的人。可能是我们的方式不对，不然我们再去一次。不管怎么样，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空手上门就是诚意。田助理，不要忘了，你也是千盛集团的一员，要有集体荣誉感。抱歉，刘总。这就是你说的不空手上门就是诚意？哎，学长。学妹。学长，你也是来找夏风先生的吗？我只是路过。我奉劝你们一句啊，他这个人很难被说服的，不要撞了南墙不回头。也许别人撞了南墙会选择回头，而我柳熙来的选择，向来是把南墙推倒。那就祝你推墙顺利。田助理，你是真的想要在这安营扎寨吗？我要守株待兔，直到夏风先生回来。田助理，苦守是没有用的，要知道夏风在意什么，才是有用的。你知道？暂时还不知道。那就这么办，死守。为什么我觉得田助理直说的这么可爱？刘总，红烧牛肉面和老坛酸菜面，你想选哪个？不吃，我从不吃油炸食品。这东西也太好吃了，田助理，我要让唐特助买1箱放在我办公室。田助理。啊？刘总，你怕萤火虫？没有啊。刘总，你看，萤火虫不吓人的。刘总，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萤火虫原本是天上的星星，星星偷偷帮助天使引路下凡，去见自己心爱的姑娘，但被发现了。天使被禁足后，于是那些善良的星星就留在了凡间，化成了萤火虫。每天晚上都出来陪伴那个姑娘，仰望星空。用盛开的花朵温暖我的黑夜，与你相遇的这夜，当爱慢慢靠近，田助理，情绪蔓延浮现，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过夜，没想到近距离看萤火虫
感觉还挺奇妙的。刘总，你小时候没在田野里捉过虫子、玩过泥巴吗？自从我10岁得了晕红症，多数时间都只能躲在墨镜后面看世界。虽然总是看不真切，但是戴着墨镜能让我有些安全感。现在你的病好了，以后想怎么看就怎么看，看遍这世间的一切美好。就算病没好，似乎有你在身边，我就很有安全感。前调是佛手柑和薰衣草，中调混合着葡萄酒的香气。接下来我们会伴随橡树、苔藓和零香的尾调，度过整个夜晚。刘总，您还真是活得精致呢。当然，不管工作还是生活，在乎细节的人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这是什么 ？Six Gold， 蚊子出没的地方还是这个最管用。您若是怕被叮包，身上也可以喷点。大可不必。你要不要先去洗漱一下？不用了，女士优先。那我就不客气了。Perfect。来，把药吃了。人家去出差，你跟着掺和什么？还把自己弄生病啊？文叔，对不起，是我没照顾好仙仙。跟你没关系，这丫头打小就不让人省心。我要休息了，你们俩要是批判我的话，这个出去。文叔，那我明天再来看仙仙。行。文叔，那我先走了。给我查一下，柳家两兄弟去山水村做什么？现在你的病好了，以后想怎么看就怎么看，看遍这世间的一切美好。田助理，有人。嘘。夏风先生，或许应该叫你罗慈，罗先生。
学长，是你啊！敢问刘总是如何发现的？我说了，你就签授权合同吗？我可以考虑一下。首先，你每次都能碰到我们，我不相信这是巧合。其次，我不止一次在你手上发现紫云墨颜料。我路过，我只是采风拍照，路过。田助理，拿授权合同给罗茨先生。我刚才说考虑一下，我想好了，我不想签了。KO。两位慢走，雨快停了，我很忙，就不送你们。学长，你忙什么呀？我来帮你啊！罗先生，田助理，哇，学长，这就是你画中画的花海吗？对，这个季节正是马鞭草最美的季节。马鞭草和那只猫，对你有特殊意义啊？哎，谈事儿归谈事儿，可不许攻击人身啊！授权免谈。别跟着我，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大总裁，当心踩坏了我的花儿。学长，你歇着吧，草我来扯。田助理，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干农活追星的。学妹，花田不仅要除草，还得浇水。好的，没问题，全都包在我身上。你 KO。你确定？当然，全当是下凡体验民生了。你这四肢不勤的靠谱吗？还是采取一些保护措施的？不用，这项工作看起来毫无难度，赶紧开始吧。刘总，你不要把锄头举这么高，你跟着我学。这柳溪赖挺有意思的，跟我接触的总裁不太一样。哎，喂，你好，我是凯文。凯文先生，很抱歉，由于涉嫌抄袭，您没有被录用。这该死的柳溪来，简直是倒我活路啊！喂，凯文，有没有兴趣聊笔生意？不管学长有什么样的过去，都希望他能打开心扉。也许，真正的放下，不是遗忘，而是铭记。刘总这句话，倒是英雄所见略同。学长，我是被外婆带大的，大福是外婆特地送给我的童年玩伴。原来这只可爱的猫咪叫大福。后来，外婆走了，大福陪我度过了最孤独的日子。对我来说，大福是我的家人，所以我不想这种怀念商品化。罗斯可以是个世俗的人，但夏风只是个纯粹的画家。罗先生，我尊重你的想法。也许在你心中，艺术和商业是存在悖论的，可我从未把潮玩当作单纯的商品。也许，每一位愿意购买这件潮玩的人，
心里都有一只期盼已久的大夫。或许你说的对，愿意购买这只萌宠猫的人，是为了铭记和怀念；又或许，是现实中爱而不得，寄托了一份期盼。难道你不希望让这件潮玩为更多的人驱散生活中的孤独和枯燥吗？我可以将萌宠猫潮玩的一部分收入公益化，捐赠给流浪动物之家，让宠物陪伴更多孤独的人。好吧，你打动了我，希望你能信守承诺。当然，这是一个企业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对了，学妹，你在花田间的那幅画真的很棒，有机会我们一起合作。真的吗？学长，太好了！这是要当面挖我墙角。田助理，事情办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这是你送给我的第2个礼物，我收下了。第1个我拒绝了，你还记得吗？中国红晚宴那次。KO。学妹，这里叫车不容易，一会儿安排辆车送你们出村。谢谢学长。所以你是想让我自曝，主持抄袭的萌宠系列抄袭夏风的？没错。可是以柳熙来的一贯作风，万一他拿到授权，我岂不是自己打脸了？就算他拿到了授权赶了回来，我也希望明天的发布会能热闹一点。那我这么做岂不是伤敌1000，自损800呢？我可以给你一份既体面又高薪的工作。田助理，现已知拖拉机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前进，那我们大概还需要多久才能抵达车站呢？刘总，大概需要1小时的时间就能回到镇上。也就是说，我需要保持这个姿势1个小时？可以这么说。还真是讲究啊！刘总，把我的衣服借你垫一下吧。不用，我下盘很稳，蹲着没有问题。我看你能撑多久。刘总，你腿怎么了？没事啊，就是蹲麻了。什么？曝光了？你先让大家不要做任何回应，我再联系下我哥。喂，喂，喂，哥，总算拨通你电话了。赵赵，我这信号不好，听不清，大点声。好，那我直接说重点。有人跟媒体曝光萌宠猫未经授权使用夏风的作品，现在舆论对公司很不好。曝光？你先别急，我已经拿到授权了，现在正在赶回去的路上，等明天发布会上澄清一下就好了。那你赶快回来啊！明天10点就发布会了，不出意外的话，今晚就能到。好，哥，那你尽快。喂，信号不好，听不清。你放心，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刘总，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还能这么淡定？临危不乱，是作为 CEO 入门必备心态。放心，别慌，等本总裁回去打那些质疑者的脸。车坏了，救不了了。刘总，
发动机可能要先打咱们的脸了。我这个手机信号也时有时无的。哦，早几日信号太歹咯，会着我这车哦，得去伊个隔壁修，叫人共我送修吧。安尼得几偌久啊？安尼一日就歹势哦，有可能性得1、2点钟，也有可能性得3、4点钟嘛。刘总，这车怕是一时半会儿修不好，我们现在怎么办？你问问师傅，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去到镇上？师傅啊，还有啥物好上咱健康顶的吧？下头水鱼搭有一个公交站，你若看迄公交站咯，直直行大梯，20分钟就有法行到顶的咯。20分钟。田助理，说好的20分钟，走了半个世纪了，我连公交车站的影子我都没见到。估计师傅说的是开拖拉机20分钟。刘总，我看您脸色不太好，我们先歇会儿吧。我不累，我也不喘，我是在运动会里面拿过长跑冠军的。什么运动会？千盛集团内部运动会，我在几百名员工中脱颖而出。难怪呢，你参加其他项目也一定是第一。田助理，对我这么有信心啊？我是对千盛集团员工的情商有信心。刘总，风雨欲来啊，我们还是加快脚步前进吧。刘总，我再前进啊。这个冰娇还敢说自己有腹肌。田助理，其实我可以自己拿的，谢谢你啊。出来了，来了，刘副总，请问刘副总，千盛集团为您请就使用夏风讲座仪式是否属实？是否属实？您的房间是否？各位安静一下。明天上午10点，萌宠系列线下发布会将正常举行，届时刘总会亲自给出解答。谢谢。刘副总，刘副总，每周2、4、6发出。今天周几啊？周日。太不严肃了！谁给他们的权力规定1、3、5、2、4、6的？祸不单行，晴天霹雳。田助理，不要怕，有我为你遮风挡雨，感不感动？刘总，我很感动，但是马上就要下雨了，咱能不站在露天的车站避雨吗？刘总，你要不先进去把湿衣服换下来吧，我再给你用火烤一烤。粉色的。野外的衣服我一般都会买大一号，为了防止受伤、四肢肿胀，你应该能穿。田助理的好意，我当然不能辜负了。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穿这么猛的颜色呀。哎，你病还没好，
怎么不在家待着啊？唉，在家总被我爸念叨，还是来画室清静。对了，媒体曝光版权问题，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我哥已经拿到了授权，今晚就能赶回来，所以我已经跟媒体说了，明天发布会，我哥会亲自解释。我都没有帮到忙。哎，不管了，反正喜来哥那么能干，什么事儿他都能解决的。干嘛？我看看你的伤啊，你那么紧张干嘛？我没紧张啊。你别总像小时候那样对我动手动脚的好吗？我也是个男人啊。莫名其妙，我也没把你当妹子啊。刘总失联了。失联？我刚查到山水村下了大暴雨，公共交通也受到了影响，也不知道刘总的具体位置，无法派车去接。我知道了，你继续联系我哥。不管怎样，先派车去山水村。刘总，刘总，田助理，田助理，前面有怪物，你听。刘总，我们是2个人，你先别怕，我们过去看看。刘总，危机解除了。是什么？是什么？刘总，是这个空桶的桶口正好对着这个通风口，再加上外面这风一吹，就发出了呜呜的声音，再经过这一圈废桶的回声作用，想在这空空荡荡的屋子里，就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吓人。田助理，其实我不是胆小，我只是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么巧合的事情而已。确实挺巧的，怎么感觉我们2个角色互换了呢？我真的不怕。刘总，喝杯姜茶去去寒吧。谢谢。喏，田助理，你好像田螺姑娘。出门在外总是要防患于未然吧。这里信号这么弱，求救消息又发不出去。如果我们明天赶不上发布会的话，唐特助应该会把我变成辣炒田螺吧？这里的人难道都不过日子吗？用菜刀劈电线杆发电，用手摇拨号上网吗？
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继续赶路了，只能想其他办法，找人来接我们。我来想办法。被困彭镇，立刻发车前往。我允许你开我那辆顶配豪华大皮卡过来接我。可恶，又被他撞到了。他这是要当天线宝宝？你就按照我的嘱咐照顾好奶奶，应该没什么问题。好，谢谢李医生，再见。拜拜。被困彭镇，立刻发车前往。我允许你开我那辆顶配豪华大皮卡过来接我。恐怕我是无福享受你的豪华顶级大皮卡了。我正好在附近出诊，晚点去接你。刘总，你这个姿势手不酸吗？这点酸，和信号的重要性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刘总威武，刘总继续。田助理，田助理，有信号了，有信号了，有信号了！怎么又是这个姿势？好熟悉啊！哎妈呀！谢谢，田助理。刚才我只是太开心了，所以脚下一滑就……没事没事。到底是什么魔力？怎么每次都能搞成乌龙额头杀？怎么田助理的额头都是甜甜的？哎，Rose，多谢你替我到彭州外采。就别跟我客气了，就安心养病吧啊！行，拜拜。喂，你会不会开车？刮了我的车还想跑？你这样以后开这么快很危险，知不知道？怎么是他？抱歉啊，路滑没控制好车。看你给我撞的，一句道歉就完了。这条路限速你不知道吗？开这么快。真的非常对不起，但是我着急接一个朋友，可能得先走一步啊。这样，我给你个联系方式，你走保险，理赔多少你电话我。对不起啊，电话我啊。哎，你这人什么情况？就这么走了？真是冤家路窄啊！看来关键时刻还是李怀最靠谱。我们现在只需要安心等待就好。那太好了。如果明天天亮之前李医生还没赶到的话，我们再步行到镇上赶车。田助理，我最欣赏的就是你坚韧的性格。刘总，巧克力吃完了吧？我那儿还有一个好东西，可以让你补充一下体力。又是什么？小心。居家旅行必备之自热小火锅。田助理
既会画画，又有设计天赋，既内心细腻，又能给人安全感。刘总，你是在用既又造句吗？真情实感。这东西是不是能吃了？我都闻到香味了。原来这个拽王还有这么憨憨的一面。这东西真好吃啊！山水村大雨，我哥很可能被困在那里，不知道发布会能不能及时赶回来。哎，当初咱俩信心满满去，结果呢，山水村半日游，灰头土脸就回来了，咱们断的链子就得自己接。我觉得是时候展示我真正实力了。为契合这次发布会的主题，刘总将全程 cosplay 萌宠猫出席，并且通过千盛集团智能 AI 玩具与大家进行交流。不行，我哥平常已经够泥石流的了，你再这样搞他，我爸会杀了我。那你有什么高见啊？为什么你是007特工炫酷出场，我就推着垃圾车？这是重点吗？重点是，因突发状况，发布会必须延期。我看你才是泥石流。就算你不被警察抓，那希莱哥看到社会新闻后院起火，怕也会杀了你。刘夕照，支棱起来，用得上你的大场面来了，千万不能搞砸。嘿，你这样子是在紧张吧？真搞笑！我代表学院做毕业演讲的时候，阵仗比这打多。加油！我看好你。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百忙之中来到千盛集团萌宠系列潮玩上市发布会的现场。首先是今天发布会的线下开幕仪式。刘副总，刘总没有出席，是要放我们鸽子吗？对啊，怎么能放我们鸽子呢？对啊，刘总怎么不来啊？我们都等了1个多小时了。今天发布会的流程包含线上启动仪式、萌宠潮玩亮相、设计理念阐述，最后才是总裁阐述与答疑。还知道调整发布会的流程，陪柳溪来争取时间，我看你能拖多久。你开的也太慢了，快点！我连人带车都被你征用了，衣服还被你扒了，怎么还那么多要求？再快点！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哎，看见没？这条路限速，不能开太快。哎，昨晚为了接你，都剐蹭了别人的车。李医生，你昨天都没怎么休息，要不还是我来开吧。田助理一向稳重，可以的。行。那个田助理啊，我不是说小乔这个女司机啊，是我这个车真的这个生手她是很难驾驭的。你为什么不坐副驾驶？我觉得后排比较安全。
我天，你小心啊！天之力，左拐。好的，刘总。他出不出来啊？对呀，我这还着急呢。刘副总，这发布会开了也有1个小时了吧？你们要是压根没有授权，就别浪费时间了。对呀，是啊。授权太快了。自己负责，能不能对我们负责任？时间观念都没有。哎，我们千盛集团本来在今天给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们准备了一个盛大的福利，看来各位对这个惊喜是不感兴趣了。什么惊喜啊？该不会又是拖延时间的手段吧？啊，我们不急啊。福利是什么？对啊，福利是什么呀？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具有冰雪女王之称的著名画家文献闪亮登场。大家好，非常幸运能够来到千盛集团萌宠系列发布会现场。今天呢，我特意拿出一幅我的画作，当做礼物送给现场一位最幸运的朋友。众所周知，我喜欢画山川、冰雪等静物，因为沧海桑田，只有这些才是最恒久的。这幅画是我首次尝试画有生命的东西。所以你和文小姐什么时候就没回来？在你跟我说我哥失联后，来表达我对情感的认知。看来是早有准备啊！让我们再次恭喜刚才这位朋友，刘副总。现在刘总该出来解释一下夏风授权的问题了吧？对呀，发布会已经开2个小时了，刘总怎么还不出现啊？该不会压根没有授权吧？就是啊，不是等多长时间了呀？大家是在等我吗？从没觉得这欠揍的声音如此动听。我就知道西来哥肯定不会让我失望。刘总，你怎么证明这份授权书是真的呢？那你又怎么证明它是假的呢？还是说，你只能问出这么低级的问题？萌宠系列存在版权问题，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你避重就轻回答问题，就是心虚。这位记者，你看着有些眼熟啊。哼，新阳报的刘记者，你之前空口见钞。新阳报赔付巨额赔款，你这次又想掀起什么浪，送自己上热搜啊？你这是强行转移话题，这和刚才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就是再次怕你重蹈覆辙，好心提醒你一下。刘总，千盛集团这2年突飞猛进，你作为年轻的管理者，是因为运气呢，还是实力呢？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千盛集团能够走到今天，最主要靠的就是对原创设计的尊重。我们开除了有抄袭前科的 Kevin， 也几经波折拿到了夏风的授权。不管过程是怎样的，但是萌宠系列的上市彰显了我们对待原创的决心，并且我们系列中萌宠猫的部分收益将会以夏风的名义创办大福公益基金，这也是我们千盛集团回馈社会的一步重要举措。
拽王搞起事业来还真是霸气。西来，这次发布会啊，多亏西来及时拿到了授权书，我们才能够平息风波，完美收官。其实这一次也多亏了羡羡还有赵赵，有他们事先替我把控局面，才能化险为夷。对对对，羡羡也帮了很大忙。来，喝茶。谢谢叔叔，能帮到西来哥和赵赵，我也是很开心的。赵赵，倒是你的表现很让人刮目相看呀。那我呢？你呀，最多能算是将功补过。你平时还是要多跟你哥学习。就他最优秀，别人都是草包。我出去透透气，你慢慢喝。来，喝茶。这次多亏了刘总的朋友及时赶到，我们才赶上了发布会。这个李医生还真是又讲义气又明事理。哎，还真是同人不同命啊！我跟你说，我昨天遇到个雨后超速的家伙，刮了我借来的车，还一走了之。我真的是既没有公德心，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你没事吧？走，你陪我去取行李，然后我请你吃大餐，咱们边吃边吐槽。这里，这边。哎，李医生。怎么是你？你们认识？他就是昨天挂我车的那个无理男。好巧啊，他就是昨天帮我们的李医生。就是他。我昨天真的是赶时间，而且我给过你名片了，我没有逃避责任的意思啊。你刮蹭了别人的车，发完名片扭头就走，霸道总裁去看多了吧？天。你不说请我吃饭吗？走了。热死！热死！我今天有时间，你要修车，我陪你。不必，我可不想跟你这种人再有交集。再见。走，别理他，别理他。他怎么这么讨厌我？就因为我刮了他的车，没及时处理。叔。您对赵赵，是不是太过严厉了？玉不雕不成器啊！算了，不说了。西来啊，我又替你相中了一位姑娘，很快就会回国。这次，你必须见。要不然我们还是聊回赵赵吧。她还小，倒是你的终身大事定下来，我才能够有闲心颐养天年。你就不我可能有喜欢的人了。叔，等我确定下来，我就告诉你。我公司还有事情没有处理，我先走了啊，拜拜。找到你了，不高兴？我是不是很厉害啊？从小到大总能第一时间找到你。无聊。你干嘛呀？哄你开心啊！自从我哥来到我家，我爸眼里就只有他。本以为这次会不一样，是不是在你们眼中，我真这么一无是处啊？柳夕照，你居然对自己有这么清晰的认知啊！哎呀，我逗你啊，你别生气。其实，在我眼里，你跟西来哥也就差了那么一丢丢而已。没头脑，你这是哄人，还是插刀？哎，我在很认真的夸你好不好？那其他人跟西来哥比起来，那差银河系那么多呢。
这么一对比，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优秀？你这哪个星球的逻辑啊？当然是本公主的逻辑啊！你看看你自己啊，英俊潇洒，海外名校，运动全能，有才有颜，妥妥的钻石单身男一枚。依我看，你已经到金字塔顶端10%的人了。你真这么觉得？那当然了，不然的话怎么能入得了我的法眼？那我可是很挑剔的。唐特助，我本来只是想应付一下叔叔，但是在提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我脑海里闪过了一个人。这代表你喜欢他？唐特助，我好像喜欢上田助理了。刘总，这是我能知道的机密吗？看路哦，当然，因为有些事情，我需要你发挥自身优势，替我出谋划策。自身优势？没错，我天生光芒四射，无法掩盖，但是田助理偏偏喜欢低调。所以，我需要你以普通人的角度，给我一些真情实感的意见。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没问题，我会根据您的诉求，用大数据分析出最佳方案。切记，一定要润物细无声，低调中透露着温暖，温暖中又不失尊贵。今天过节吗？一大早刘总怎么送了这么多好吃的？早上好啊！没有吃过，这么丰盛。什么鬼？刘总这是要出道吗？刘总的写真吗？为什么在我工位上？这个是员工福利。员工福利？那为什么这待遇好像不太一样啊？各位，鉴于大家在《山海经》系列里面的表现，刘总特意为大家准备了这些奖励，让大家感受到公司的温暖以及刘总的爱。继续忙吧。为什么我们只有吃的，没有人形立牌和那个台历呀？哎，我们福宝哪能感受到刘总360度3D 立体环绕式的无处不在的温暖和爱呀？一大早就这么闲吗？还有时间八卦？这几天《山海经》系列上市，我们配合推广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大家很喜欢加班吗？示爱方式 Top One， 独家宠爱法，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他，让他从微小的细节中意识到你对他最特别。田助理现在肯定沐浴在我的宠爱中。真是立竿见影啊！田助理，早上好啊！
惊喜收到了吗？刘总，你这不是惊喜，这是惊吓呀！你这样很容易产生误会，我很尴尬的。误会？没有误会啊。以后只要是田助理想要的，我都可以安排。说好要低调行事。刘总，我谢谢你的好意。我想要上班的时间好好工作，我想要清静。这个也可以哦。你们也觉得刘总对甜甜不太一样是吧？所以我怀疑上一次出差其实是公费谈恋爱。请把怀疑俩字去掉。看来我要跟老板保持下距离，要不每天上班吃的都是自己的苦。什么都不太一样。何止是眼神？大家过来一下。这周我们部门要配合营销部推广《山海经》系列潮玩，主要内容是在推广活动现场讲解《山海经》系列潮玩的卖点，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参与。好的，总监。我参与设计的作品总算要面世了。这个点儿应该到午饭时间了吧？田助理，现在是午饭时间，我想要你作陪，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公司食堂的用餐体验。刘总，我不在公司。你不在公司？你刚才不是还在公司呢吗？我在萌宠系列推广活动的现场呢。哎，来顾客了，我先挂了啊。刘总，萌宠系列的新品上市计划已经开始执行，您已经加班很多天了，太疲劳了，要不休息一下吧？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休息吧。今天下午这么突然？唐特助，难道你对我的关心只是礼貌的客套吗？哦不，我只是一时没能接受您有这么快的转变。是什么让一个工作狂放下了他钟爱的事业呢？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爱。原来是因为爱情。刘总，您这是准备执行第2步方案了吗？这只玩偶怎么看起来虎背熊腰的？哪儿找的兼职？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我可爱的小甜甜呢？谁呀？谁干的？刘总，你不是我干的。不是，我是说你怎么来了？田助理，你这身玩偶服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刘总，这是男款，比我大整整1号。你是在说我虎背熊腰吗？当然不是，我是在夸你可爱。田助理，你要去哪儿？去吃饭。吃饭？好啊，正好我也饿了，要不然我们一起。示爱方式 Top 2，亲密接触法，靠语言酝酿去制造暧昧，远比不上一次肢体的亲密接触。它能让人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和近距离感受彼此的冲击。刘总，你怎么不吃啊？田助理，不用管我，你多吃一些。哦，好。按唐特助所说，我需要找机会，营造出不经意间的亲密接触。就是现在。刘总，
你是想吃这个吧？我再给你要副手套。不是，我最近体脂过高，控食。他绝对是在内涵我。唉，干饭人打工太难了。刘总，快乐肥宅水，高糖高热量，不适合严格控制体质的你。啊，我不渴，你喝。这个肢体接触很难卡点呀。刘总，你盯着我的手看了半天，是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最近在学看手相。刘总，封建迷信不可信，你要相信科学。我表达的如此明显，田助理都没所回应，这不科学呀。唐特助，你说为什么田助理喜欢我，却不回应我呢？刘总，您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呢？通过这2次的示爱结果表明，田助理应该并不喜欢你。这不可能，唐特助，凡事啊，不能只看表面。你仔细想想，中国红马宴那次，田助理寸步不离地挽着我，在关键时刻像天使降临一般，救我于水火。难道还不能证明他喜欢我吗？那不是作为聘用女伴的职责所在吗？那最近这一次，田助理跋山涉水，不畏艰苦，陪我去山水村解决危机，还不能证明吗？那不是因为您抛弃我，点名要他去的吗 ？No， 要么是你观察力太弱，要么是你前2次给的方案都太弱。你觉得是哪一种？刘总，田助理一定是喜欢您的，他不回应您，一定是在欲擒故纵。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得使一点雷霆手段了。18岁最好的成人礼，送给最损的你。感谢赵赵陪我在国外过第1个春节。原来这么多年，能让我瞬间开心的只有你。你才一直是那个最特别的人。